百年騎樓下，一位返鄉青年用網感與創意，讓瀕臨失傳嘅婚嫁木劇火遍全網。本期航拍東莞，尋訪東莞嘅山，睇呢度嘅山峰如何承載一城人嘅記憶與精神。百年品牌黃埔臘味點樣成就一道經典粵菜？精彩內容盡在本期今日廣東。2024年1月21日，石龍中山路嘅一角熱鬧非常。騎樓有聲氣，社區戶內遊，港劇升級儀式。呢個年輕人就係梁家聰，佢對父親經營咗40幾年嘅紅漆描花傳統木劇小店，重新進行咗裝潢設計，並且取咗一個新名字錦劇。梁家聰嘅父親梁錦全係紅漆描花傳統木劇製作技藝嘅第4代傳承人。佢所製作嘅木劇喺過往嘅歲月裏面，代表吉祥與祝福，係婚嫁、新居入伙、開業等人生大事必不可少嘅元素。但隨住時代嘅發展，人們逐漸遺忘咗紅漆描花傳統木劇嘅美好寓意，呢項非遺技藝嘅境況亦變得非常尷尬。冇人攞貨，整個想到萬州啊！對我爸的印象就是做木屐這個事情，其實收入不高，又挺累的，都沒有太多說我要傳承這個事情的想法。2022年已經喺廣州大廠返工嘅梁家聰，為咗幫助父親走出困境，亦都為咗響應鄉村振興嘅號召，突然有咗一個大膽嘅諗法。我能不能回到石龍去做類似這樣的一個社會實驗，圍繞非遺也好，圍繞本地的一些文化也好，去做一些發展，然後能夠讓本地的年輕人看到，其實家鄉也是有力量，家鄉也是有希望，家鄉也是有機會的。由打磨上漆到描花，梁家聰一邊學習製作技藝，一邊拍視頻進行搶救性紀錄，仲要一邊開網店，一邊對老店進行改頭換面。但係傳承非遺要做嘅顯然唔止呢啲。所以我會覺得說，做任何事情，哪怕做非遺也好，它其實回到本身還是人。來買的人，他關注到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他想獲得的是文化嗎？還是一個產品？那我們會更關注到這個部分。做喜事傳統的就紅了嘛，但是後來發現越來越多網友也好啊，來這裡的遊客也好，他說你可以開發點別的顏色，你紅的我真不好穿。但是你別的顏色的話，我可以考慮一下做搭配嘛。然後後面我們也做一些皮面的改良嘛，像這種我們現在用的是牛皮，這個是同樣工藝做的迷你的木屐，遊客帶走的話特別有意思，它是一個本地的紀念品，這種圖案又有不同的寓意。比如說你的朋友要出國了，那你送他一帆風順。然後如果朋友是求職啊、升學啊、考試啊，那就送他喜鵲燈枝。酒香仲怕巷子深，為咗重新打開知名度，梁家聰同父親一齊積極參加政府組織嘅各類公益性非遺推廣活動，同時主動尋求商業合作推廣嘅機會，比如研學。有一次我們接待的人次是1525人，社區的書記也是第一次說，那這個跟我們本地文化是有相關的，而且你回來創業其實也挺不容易，我們支持你一下，我們把場地給你用。然後那天就總算是在整個中山路很多商戶啊、居民啊，包括不同的部門協作下，就在當天完成。隨住點擊率嘅提升，紅漆描花傳統木劇呢個幾乎被遺忘嘅非遺項目，終於被推至台前，享受到現代流量嘅紅利。這些都是寄到全國各地去的，等一下就快遞小哥過來收。然後我們每天其實大概都有這麼這些量要發到全國各地，線上線下加起來算吧，可能大概有300-400張。像新疆啊、內蒙啊、東北其實都會有。最遠其實我們寄到過德國。除咗銷量嘅保障，好多遊客亦都慕名而嚟，專程到小店打卡。你從哪裡過來的？我從湖南過來的。這麼遠啊？怎麼找到過來這裡了？刷手機刷到了。喺石龍中山路，除咗紅漆描花傳統木劇，仲聚集咗石龍豆皮雞、石龍醒獅頭、石龍花燈、
新昌古等20個非遺項目係名副其實嘅非遺一條街。呢個亦都係當地以文化賦能百千萬工程發展文旅嘅重要途徑。而紅漆苗花傳統木劇嘅火爆，亦就直接帶動咗其他非遺項目嘅熱度。我從佛山過來的。那等一下還要去哪？等一下從你們這邊逛一下，因為我沒想到這邊還有那麼多好玩的。對，就我們石龍鎮中山路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就成改造的。就覺得這2年我在這個鎮上面跟社區的居民啊、商戶的一些合作啊，互相的一些扶持，其實會更希望說，在石龍跑出一條不一樣的路。因為別的地方，它可能在做城市更新的時候，會相對就是商業化，但石龍會更有人文要素。一代人有一代人嘅使命。喺東莞，好多好似梁家聰一樣嘅返鄉青年，正如星星之火一般，肩負起傳承非遺、改變家鄉嘅重任。佢哋用青春力量點亮非遺，亦都讓東莞呢座歷史文化名城擁有咗更美好、更值得期待嘅未來。東莞地處珠江東岸，係典型嘅沖積平原地貌。2400幾平方公里嘅陸地上，東南高，西北低，全市山地面積只係佔6.2%。我哋嘅巡山之旅就從東莞嘅最高峰銀屏山開始。銀屏山主峰海拔898米，因形似銀屏而得名，係東莞第一峰，亦都係同惠州嘅天然分界線。與眾多名山相比，銀屏山海拔並唔高，但係蘊含一座高山嘅全部氣質，溝壑叢生嘅山峰，根深葉茂嘅密林，飛流直下嘅瀑布。因此，銀屏山又有小九寨嘅雅號。地處亞熱帶，陽光充足。銀屏山延綿5000畝嘅群峰如墨，一年四季花香4日。2月、3月，春來紅，迎春怒放；4月、5月，黎索一樹芬芳。進入秋季，即係觀賞山烏桕同楓葉嘅最佳時機。而喺2017年嗰個有氣象紀錄以嚟最冷嘅冬天，呢度亦都曾飄下咗50年一遇嘅雪花，銀裝素裹滿山崖。銀屏山每立方厘米包含9803個負離子。呢一座天然氧吧，無論四季都不乏勇於挑戰嘅攀登者。扶老攜幼嘅親友，凝心聚力嘅團隊，喺完成4公里嘅登山步道之後，到達頂峰嘅愉悅與途中嘅汗水，總係成正比嘅。與銀屏山嘅高冷相比，80公里外，位於東莞中心城區嘅奇峰山則顯得十分親民。奇峰山古稱黃旗嶺，海拔139米，正常成年人半個鐘頭即可登頂。山頂嘅大紅燈籠高16米，直徑8米，被列為東莞8景中嘅第一景——黃旗嶺上掛燈籠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。奇峰山下嘅呢座寶相莊嚴嘅觀音古寺，始建於北宋年間，經歷代重修，保存至今。最近一次嘅翻修係喺1992年。
觀音古寺歷經千年風雨，閱盡人間悲喜，遠近聞名，護佑一方平安。今日環繞黃岐山嘅係8.5公里嘅健身綠道，每日2萬幾市民嚟呢度休閒健身。喺城市公園數量全國第一嘅東莞，好似咁樣嘅公園仲有1200幾個。黃岐山係東莞人嘅祖山，白天佢守護住城市嘅天際線，係鮮明嘅地理坐標。夜晚佢為晚歸嘅人指引方向，係千萬人嘅精神家園。黃岐山以南30里，係珠江入海前相遇嘅最後一座高山——大嶺山。大嶺山主峰海拔530米，登上峰頂，城區新貌，珠江入海口盡收眼底。大嶺山延綿74平方公里，係一片紅色嘅土地。1940年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3大隊喺度創建。佢係中國共產黨喺華南地區建立嘅最早抗日根據地之一，係東江縱隊抗日根據地嘅根據地。為銘記呢段歷史同長眠於此嘅英雄，呢度修建咗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。紀念館毗鄰革命根據地舊址，古樸典雅，肅穆莊重。2005年建成至今，已經有200萬人次嘅參觀者重溫嗰段悲壯歷史，傳承紅色精神。與大嶺山遙相對望嘅係蓮花山。蓮花山連綿18公里，主峰海拔513米，4峰列峙，如蓮花半開，因而得名。蓮花山空間氣候溫潤適宜，係附近市民平日休閒嘅好去處，亦都成為鷺鳥嘅天堂。呢度聚集住廣東省目前最大嘅鷺鳥群，數量近1萬隻。傍晚時分，千鳥齊飛，蔚為壯觀。呢個就係長安10景之一嘅蓮峰飛路。越過蓮花山，我哋嘅尋山之旅返到起點，去探尋一座深藏古樹嘅大山——大黃山。大黃山同銀屏山一脈相連，係銀屏山餘脈中最高嘅山，故稱大黃。陽春3月係大黃山最熱鬧嘅時節，一種形似禾雀嘅花漫山遍野，次第開放，引嚟遠近嘅遊人前嚟踏春觀賞。大黃山嘅野生禾雀花群落總面積超過2000畝，其中最引人注目嘅係呢2棵，佢哋嘅年齡已經超過300歲，花藤周長達到1.3米，係名副其實嘅藤王藤后。除咗禾雀花，大黃山深處仲隱藏住另一種寶貝——古芒果樹群。據農業部門嘅最新普查，大黃山內超過100年樹齡嘅芒果古樹有500幾棵，係目前國內已經發現嘅最大嘅古密望樹群落之一。據傳，明朝永樂年間，本地梁氏先祖曾隨鄭和七下西洋，並從菲律賓帶回果種，
玉植在此，造福家鄉。古芒果樹群歷經數百年滄海桑田，成為古海上絲綢之路饋贈東莞嘅珍貴禮物。東莞嘅山並唔高，但每一座山都有自己嘅品性，每一座峰都有獨特嘅風景。勤勞質樸嘅東莞人珍視自然嘅創造，敬畏每一座高山，攀登一座又一座險峰，矗立山峰之巔，用人嘅力量豎起咗東莞高度。中山古稱香山，人傑地靈，名人輩出，係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嘅故鄉，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，係廣府文化嘅代表城市之一，有旅居世界5大洲87個國家同地區嘅海外僑胞、港澳台同胞。相傳喺夏朝嘅時候，人們喺農曆12月合祭眾神，叫做臘，因此12月又叫臘月。臘肉就係喺冬天將肉類以鹽漬經風乾或分乾製成而得名。黃埔臘味係廣東省中山市黃埔鎮特產，製作臘腸嘅歷史始於1886年。經過常年嘅摸索同嘗試，已經從單一嘅臘腸逐漸演變出臘肉、臘魚、臘板筋、臘鴨、臘雜包等多個品種嘅臘味產品。黃埔臘味色澤鮮紅明亮，肥肉晶瑩剔透，肉肥而不膩，入口甘香酥軟，瘦肉爽脆，鹹中帶甜，清香醇厚嘅特點，成為家喻戶曉嘅傳統特產名牌。下面我哋就用黃埔嘅臘味嚟做一道經典嘅廣府傳統名菜——中山黃埔炒臘味。食材用料：烹製工藝：一、將芥蘭剪改成芥蘭圓，洗淨，將臘肉、臘腸分別切成厚約2.5毫米嘅片備用。二、燒鑊落油，將臘肉、臘腸放入鑊中，煸炒至緊熟，倒入罩罌裏面。三、燒鑊落油，放入芥蘭圓，灒水，再落精鹽3克、白糖3克，烹入料酒，煸炒至緊熟，倒落梳罌裏面，瀝乾水分。四、將剩低嘅味料放喺細碗裏面，加入濕澱粉和勻調成味汁，待用。五、燒鑊落油，落薑片、紅葱頭片、蒜片爆炒至香，加入臘肉片、臘腸片一同再炒香，隨即放入芥蘭圓，烹料酒，調入碗中嘅味汁，從鑊邊落麻油，迅速炒勻，即可上盤。菜品特點：色澤鮮豔，肥而不膩，菜爽肉香。製作關鍵：一、臘肉、臘腸切片唔可以過薄，否則容易流失肉質香氣；過厚則加溫時間長而影響質感。二、烹製時要使用猛火，先至能夠產生鑊氣同菜肴嘅香氣。